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方丈琪。K 博士，睇唔睇到我啊？別望着那熱茶暗中的計算，茶包浮起沉澱。若是沒要是你，怎會讓我相見？分手講到了嘴邊，讓靜默去蔓延，救不了你太多年，逃走還更方便。事實上我亦理解不中的辛酸，不變突然太道別，無需打開天窗，能裝不知也算體諒，狠心揭破真相，無非想扮誠實來換舒暢，無需開多一槍，即使分手要有修養，今天晚宴就由你負責。自問亦有形，從未願暴露頭像，我會扮像無人欠我，分開只因我想，無需打開天窗，裝不知也算體諒，狠心揭破真相，無非想扮誠實來換舒暢，無需開多一槍，即使分手要有修養，今天晚宴就由你負責。這結局美麗過真相，這結局更善良，毫無殺氣，不必心傷，無需打開天窗，能裝不知也算體諒，狠心揭破真相，無非想扮誠實來換舒暢，無需開多一槍，即使分手要有修養，今天晚宴就由你負責，不必送我大門要關上。Thank you，多謝大家。